兄姐妹平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来做一个预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愿你在众人的心中坐着为王，时时刻刻引领我们的道路，让众人有能力做你的见证，直到地极，并赐给众人更多的智慧，不怕软弱的救我，时时更新，成为新造人。祈求你赐给今天来到殿中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预备祷告当中，有一个安静的心，有喜乐的心，有平安的心，预备今天的敬拜，将你的话语种在心里面，日益成长，得着祝福。以上谦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接下来，我们今天是活水小组带领敬拜，请大家跟着他们一起大声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没有很开心回到教会一同来敬拜？好，那我们现在大家一同起立，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神，一起拍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上帝。好，会众请坐。诗篇138篇1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们一起来唱。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一句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必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必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必应允我。
手所创造的。诗篇46篇1节，这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现在一同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将来从那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教会，我信圣母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生命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记住这
会众请坐。今天起应文在诗篇68篇1至10节、32节至35节。诗篇68篇第1节至第10节、32节至35节。等下由我这边念单数节，请会众应我们的偶数节。诗篇68篇，愿上帝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上帝面前高兴快乐。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上帝要痛苦的有家，对主人出来小声，唯有对逆的人做主人来到这里。上帝啊，你曾在你百姓面前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一片上的面和震动，天也说，西南山见以色列上的面震动。上帝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它坚固。会众在其中，上帝啊，为以色列赎罪。32节，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上帝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己驾临在天的上去，他发出声音，地上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上帝，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公道。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周报第3页部分。我们在天上的父，为着我们的会众的健康做祷告，无论是在身体上面的、肢体上面的，也在工作上、家庭中、在人际关系上都得以健康，大得平安，不受这次疫情的影响。如有需要帮助的，也可以在这一次当中得到医治。也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社会平安做祷告，使众人都有余力去帮助他人，在有余力之余减少困难、贫苦、贪婪，叫一切都做主的工。感谢你为荣光堂增添力量，多了新的牧养方式，让更多会友能够在不能聚会的时候，可以分享你的话语，听经你的话语，宣扬你的话语。我们接下来请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这次的公祷。经课，今天请陶英兰姐妹为我们攻读经课。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课是在《使徒行传》1章6到14节。在教会圣经的129页。第6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略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第2段经文在彼得前书4章12到14节，第5章6到11，在新约的259页。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第5章6到11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上帝大人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给你们力量。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今天的经课。谢谢陶英兰姐妹的经课。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教会圣经273页，撒母耳记7章1至17节。273页，撒母耳记上7章1至17节。基列以琳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第3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诸巴力及亚斯他路，单单地侍奉耶和华。
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以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在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12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中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15节，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在那里也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诗，我们请诗班献诗。今天是各个他的爱。路方中，平安永稳。
谢谢诗班的献诗，尤其最后有点像无声胜有声的感觉。我们今天的正道是邀请徐志强牧师来为我们正道。正道的主题是以便以谢的上帝。我们请徐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能够回到荣光堂，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也能够站在这边分享上帝的话语。对我来说，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心里非常的澎湃，心里也非常的兴奋，当然心脾也非常的感触良多。因为过去在这边我有12年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服侍，然后6年前离开高雄荣光堂，被调到永和天恩堂去服侍。算一算6年时间，其实也蛮快的。我记得我刚离开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启恩才刚从幼稚园毕业，那下个月他就要从国小毕业，准备要升国中了，所以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然后在这6年当中，虽然不在这里，可是我每年都有机会回来这边走一走、晃一晃。那偶尔也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一起聚会。可是坦白说，离开荣光堂之后，虽然有空回来，每年都有机会回来，但是我还蛮怕回来这里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次有机会看到荣光堂的弟兄姐妹，或者到了台北参加一些联合性的活动，荣光堂的代表、荣光堂的弟兄姐妹看到我，都会第一句话跟我说：“徐牧师，好久不见，看到你真开心。”然后下一句话都说：“你到台北之后好像变胖了很多这样子。”今天早上我到礼拜堂门口，又有一位同工跟我说：“徐牧师，你到台北好像胖了很多呢。”今天还有这种话，所以坦白说每次回来都被人家这样说，心里受伤蛮严重的。长期下来，坦白说，那个心理受伤也会觉得承担不起，所以还蛮有点怕的。所以去年的约翰卫斯理纪念主日，交换讲台就是排我回来荣光堂，因为总会的同工问我说：“徐牧师，荣光堂新堂盖好之后，你有没有回来讲道过？”我说：“盖好之后回来很多次，但是讲道还没有。”所以去年总会的牧职会长刘天惠牧师就排我，交换讲台就让徐牧师回来荣光堂讲道。可是临时把我名字换掉，为什么？因为去年6月，因为要调派蔡伟文牧师来荣光堂牧会，所以总会的会督就想说，蔡牧师6月要来，那不如5月份的交换讲台就先让蔡牧师下来，跟荣光堂弟兄姐妹先见个面，先认识一下。于是我的名字就被拿掉。那被拿掉之后，坦白讲，我心里还蛮开心的。为什么呢？至少我到别的教会去讲道，没有人敢说我胖，只有来荣光堂会被这样说。然后今年约翰卫斯理交换讲台名单一公布，我一看，怎么又是排我来荣光堂？那总会同工说，因为去年排你没有来成，所以这次再排我一次。然后名单公布之后，感谢主，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人反映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交换讲台让我们的牧者南北往返搭高铁、搭公共运输工具有被感染的风险。一个牧师被感染，就2间教会需要怎么样？需要被隔离，因为交换讲台的关系嘛，所以听说这一次约翰卫斯理纪念主日有可能因为新冠疫情取消。那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觉得说，感谢主，如果取消也没有关系，等我变瘦了，瘦一点再回来，不是很好然后有人摇头，大概是没有机会变瘦了这样子。对，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我在荣光堂这12年？坦白讲，那个身材不敢说标准但是至少不会胖。那为什么一离开荣光堂，到了台北之后，到了永和天恩堂牧会之后，然后体重就一直增加，就一直变胖？那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说，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那当人都说你变胖的时候，你也有祸了。所以我想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在想说，是我在高雄过得不好，被虐待，还是到了台北吃太好才胖了起来？还是说高雄天气热，容易流汗就比较不容易胖？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人说是不是步入中年，开始中年发福？这当然也有可能。那后来我想一想，以上这些原因也许都存在，但是至少我稍微想了一下，为什么我在台北跟在高雄体重差那么多？我就想到可能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在离开荣光堂的前2年，
离开荣光堂的前2年，教会那时候刚好要购地，要预备建堂，所以那段时间主任牧师的压力大不大？当然大。然后在预备购地建堂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买哪一块地？然后建堂我们是要建成什么样子？然后建堂的预算、建堂的基金不止1个亿啊，钱在哪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会不会流失啊？所以那个时候，为了教会的购地建堂，为了教会未来的发展，所以我在离开荣光堂的前2年，我就推动了一个活动，一个运动，叫做禁食祷告。也就是说，为了教会的事工，为了教会的建堂，我们大家一起为教会，为我们所爱的荣光堂，大家一起来禁食祷告。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荣光堂的公布栏贴了一个海报？那个海报我特别这几天找照片把它找出来，我贴在公布栏，把1周7天，1天3餐，总共21个时段，然后贴出来，请弟兄姐妹认领，为我们的教会大家一起来禁食祷告，然后希望每一天的每一餐都有人愿意为我们的教会一起来祷告。然后贴出来之后，就很多弟兄姐妹在上面认领，为教会禁食祷告，而且不是禁食1次，是为教会禁食祷告，直到新堂完工。所以那个时候，我为了教会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推了禁食祷告之后，你们猜我认领了几餐在上面？我认领了几餐？因为我是主任牧师嘛，方知师母跟我说：“你推禁食祷告，你是主任牧师，你自己也要认领啊。”我想说，我当然要认领啊，我就认领了1个早餐、1个午餐跟1个晚餐的时段。也就是说，1个礼拜当中我禁食3餐，然后禁食了多久呢？直到我离开荣光堂为止。然后我调到永和天恩堂的时候，那个第1个礼拜，调到永和之后的第1个礼拜，师母就问我说：“志强，那个上个礼拜在荣光堂你这一餐是禁食，那到了永和之后，你这一餐还要不要继续禁食啊？”我心里就想说，我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接下来任务就交给陈建中牧师去完成，要不要禁食他决定。我到了永和就怎么样，就不用禁食了，我就专心的在永和服侍。所以我到了台北之后，就恢复正常饮食。所以我在想在高雄1天只吃6餐的食量，到了台北1天吃几餐，恢复正常。所以呢，可能就因为这样，体重就怎么样，就一直增加。因为1个礼拜吃6餐跟1个礼拜吃7餐，你说体重会不会有差别？当然会有差别。所以我在想说，我到台北体重会增加，大概就是因为这样。不过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就是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边敬拜上帝，要感谢谁？要感谢过去有这么多同工弟兄姐妹为这个教会来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在面临搬迁、拆迁还有建堂工作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握，不是我们能够预料。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就是先祷告。所以那个时候除了禁食祷告之外，还有很多牧者特别来到当中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断的为这边祷告。特别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特别早上6点就有一群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一起晨祷。所以我记得我离开高雄的前1年，除了推禁食祷告之外，也怎么样，也发动晨祷。早上6点，我们就在教会的礼拜堂为教会的发展一起来祷告。然后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在旧堂晨祷的一个画面。第1次晨祷，我记得总共有25个人参加，25个参加。然后后来有一些人就慢慢不能来，但是到了最后还有差不多有10位弟兄姐妹，10位弟兄姐妹跟牧者，每天早上清晨6点就在教会守望祷告，直到我们这个礼拜堂旧堂被拆掉为止。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就是今天这个礼拜堂，我们能够坐在这边一起敬拜，都是上帝的恩典，也是许多人祷告的结果。那各位弟兄姐妹，建堂盖好了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祷告？礼拜堂盖好之后还要不要祷告？当然要，继续为教会的发展祷告，继续为教会的复兴祷告，继续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特别现在新冠疫情的关系更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次疫情的威胁。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靠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
其实也是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见证。当以色列人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当时他们的领袖叫做撒母耳。撒母耳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先知，他不是将军，他也不是国王。可是，在当时他是全以色列人的领袖，很多事情都是要靠他来裁决，因为他是宗教的领袖。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国王，所以当危机来的时候，当他们最大的敌人死对头非利士人又派兵来攻打他们的时候，撒母耳没办法调兵遣将，因为他不是职业军人啊，他怎么办？危机发生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先祷告，然后在祷告的当中，上帝就回应了他们的祈求，最后上帝就帮助他们打败了敌人。然后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上帝帮他们解决了。而上帝怎么帮他解决呢？没有说上帝用什么战术、什么战略，也没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这一次率兵打仗的是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军队有多少人，只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带着大家祷告，然后上帝就行大能，帮助他们打了胜仗。所以整个危机的解除，当然有一些人付上了一些努力，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整个过程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大家的祷告跟上帝的帮忙。所以我们这时候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撒母耳记上第7章1到17节啊。撒母耳记上第7章1到17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当然就是以色列还没有王的时候，撒母耳负责领导整个以色列民，然后这个撒母耳之后，大家都晓得，撒母耳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立王了。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叫什么名字？扫罗王。第二个呢？大卫王。第三个所罗门王。这是以色列国前3个君王，都在位差不多40年，也都很厉害。扫罗王他是基本上是一个职业军人啊，那个身材高大俊美，又骁勇善战，所以他在战场上立了很多功劳。撒母耳没有像扫罗王那么会打仗。然后第2任君王大卫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领袖才华的人，他也很有音乐才华，情感也很丰富。那撒母耳没有像大卫王有那么大的领导才能，可以运筹帷幄。那撒母耳也没有像所罗门王一样。提到所罗门王，大家知道所罗门王给大家印象就是他智慧胜过天下，所以撒母耳也没有像所罗门王一样那么有智慧。可是当危机来的时候，撒母耳有什么？当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扫罗王可以马上带兵作战。当非利士人来攻以色列人的时候，大卫王马上可以运用他的领导才能，调兵遣将。那所罗门王呢？他的智慧超群。可是撒母耳有什么？虽然撒母耳跟以色列的这3位领袖比起来，好像政治军事的才华都不如他们，但是我们却发现，至少撒母耳在灵性上，在信仰上是比其他人还要更坚固。所以当危机一发生的时候，敌人一来的时候，他没有马上问将军说我们有多少兵嘛，他没有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应战，没有，而是先怎么样？先祷告。所以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第7节哈，请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第7节，撒母耳记上第7章哈，第7节这边提到，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这里就看见危机发生的时候，撒母耳就献祭，就祷告，然后上帝就应允他。第10节说，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
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了。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哈。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又发生危机，然后每一次非利士人的进攻，他们都没办法招架，因为那个时候的非利士人，他们的武器是由铁制的武器，而那时候的以色列还没有用铁器，都还是用石头啊那些比较旧石器的时代，所以两边的武器一比，非利士人很早就有战车，就有铁器，一打常常都打不赢。所以每次非利士人来进攻以色列的时候，几乎都是要灭亡的危机。可是这一次危机来了，撒母耳怎么办？他就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就回应了，回应了之后就赢了。所以这段经文怎么打胜仗？圣经只有轻描淡写的说，第10节说，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这么一节，整个危机就这么一节就解决了。所以圣经这样写是告诉我们，当危机来的时候，撒母耳带领大家祷告，危机就解除了。然后危机解除之后，撒母耳就立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以便以谢，来纪念这一次的事情。好，那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呢？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念第12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也就是说撒母耳很清楚知道这一次打胜仗是谁的关系，是上帝的帮助，不是他自己多会领导。而且各位你想想看，撒母耳是当时全以色列人的领袖，然后我们的领袖带领我们得胜了，然后在纪念碑上，领袖为自己记一件大功，或者为自己留下个名字，可不可以？在以人的眼光来讲，你是我们的领袖啊，打胜仗你当然会记一份功劳啊。可是，在整个纪念的过程当中，撒母耳只有提以便以谢，也就是说，对撒母耳来讲，他清楚知道这一次得胜完全是谁的帮助？是上帝的帮助。撒母耳认为，我虽然是领袖，但是我一点功劳都没有，完全是上帝的帮助，所以就立了一块石头叫以便以谢，告诉我们自己，告诉我们的子孙，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好，那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撒母耳，你今天要立一个石头，或者你要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一场圣战，你会在上面提什么字啊？撒母耳在这边提以便以谢，而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以便以谢是上帝要撒母耳提的吗？还是撒母耳自己想提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上帝要撒母耳做这个事情，是撒母耳想要立个石头纪念这件事。可是你想想看，你要纪念这件事情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为什么要写以便以谢，不写别的词？如果是你会写什么？走过了危机得胜之后要提个字，你会提什么？你会提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还是你会提以马内利？那你为什么要提以便以谢？今天你看这段经文，你会觉得提以便以谢好像没什么奇怪。可是各位你知不知道，以便以谢这个词，在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词是一个充满失败或者羞辱的一个代名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第7章哦，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在前面一点点第4章这边哦，有圣经的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第4章哦，第4章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以便以谢这个词，原来在第4章就已经出现了，而且以便以谢原来早期是一个地名。我们有圣经的我们翻开第4章哦，前面第4章提到一件事情，大概是20年前发生的事情。第4章第1节这边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哪里？在以便以谢。所以以便以谢是一个地名。然后非利士人安营在西弗。第2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也就是说打输了。打输了怎么办？没关系，他们有法宝要端出来。第3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
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2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与上帝的约柜同来。好，那约柜抬上战场了。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第4章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打败仗了，没关系，我们把上帝的约柜从圣所抬来战场上。上帝的约柜在这边，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结果约柜就抬到战场上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怎么样？有没有打赢？没有。第4章让我们看见约柜抬到战场上，以色列人还是打输。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背逆上帝。你们已经背逆上帝，就算你把上帝的约柜抬去，上帝仍然不帮助你。所以第4章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20年前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跟非利士人打过一场仗，而且打输了。打输也就算了，连我们的约柜都怎么样？在那一场战役当中被非利士人抢走了。那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约柜对以色列人来说象征什么意义？约柜就是象征上帝同在的一个圣物。约柜对以色列人来讲，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台湾人的神主牌啦。大家知道什么叫神主牌啊？就像你们家的神主牌位一样，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丢，神主牌位不能丢。当你逃难的时候，要逃家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带，但是什么东西不能不带？神主牌位一定要带。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约柜就象征，就像他们的神主牌位一样。结果呢，没想到你们至高无上的圣物带到战场上，不但没用，还被敌人抢走。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20年前在以便以谢打的那一场仗，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什么？是一个很痛苦的记忆，是一个失败的记忆，甚至于是一个什么羞辱的记号，因为连你的神主牌位约柜都被抢走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听到以便以谢在当时会有什么感觉？会有什么感觉？一定会觉得那是很不堪的一段历史，雄厚麦够供了。可是今天撒母耳在20年后好不容易打了一场胜仗，然后要立一个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他别的不提，偏偏要提以便以谢？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看见撒母耳提以便以谢这4个字，你会不会觉得，撒母耳，你没事在我们伤口上撒盐干什么？别的不提，你提以便以谢干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美国人听到珍珠港这个名词，他们会有什么感觉？美国人听到珍珠港，他们一定会引起他们历史的一个伤痛。所以美军如果盖了一个新的军港，他们如果再取名做珍珠港，大家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你在伤口上撒盐。那对以色列来讲，好像也是。20年前我们在以便以谢打的败仗，约柜被拿走，非常的丢脸，非常不堪回首的一段记忆。那今天你撒母耳为什么要立以便以谢这样子的牌子立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圣经当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撒母耳要这么做啦，因为上帝也没有吩咐他。可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撒母耳自从立了以便以谢这个石头来做纪念之后，请问后来的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当你听到以便以谢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词，还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词？你会觉得哪一种？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词。所以以便以谢本来是一个不好的记忆，但是后来撒母耳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感恩的记号。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的十字架一样。各位，你知道2000年前的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2000年前的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它代表死刑，有人要在上面被处死。它代表什么？它代表一个咒诅，挂在上面的都是被咒诅的。它代表一个羞辱的记号，因为被挂在上面的犯人全身都要脱光光，一丝不挂被大家看，那是一个很丢脸的羞辱的记号。然后挂在上面的人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失败。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十字架从一个羞辱的记号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十字架从为一个失败的记号变成一个得胜的记号。十字架从为一个死亡的记号变成一个复活的记号。
当然你也可以说，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咒诅，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十字架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祝福。当我们在各地高举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告诉人家说，这里有永生之道，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位救主。所以十字架原本是不好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被转变成好的。那以便以谢本来也是什么？本来也是不好的记忆，但是撒母耳呢，把它转变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感恩、一个祝福的一个记号。那我想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嘛。福音就是把原本不好的转变成什么？转变成好的。福音就是原本把你失败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荣耀的生命。十字架本来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咒诅除去，那借着复活的主带来什么？带来更多的祝福，包括永生。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就是希望我们走出过去的失败，然后迎向什么？迎向将来的得胜。所以十字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含义。然后今天撒母耳立的这个以便以谢，我相信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是一个从失败的阴影当中走向什么？走向一个得胜，走向一个得胜。所以我今天来到荣光堂这里哈，荣光堂这里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感触，因为我本来想说，今天卫斯理纪念主日，不晓得能不能如期成行，因为我前面有讲到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可能有些会取消。好像蔡牧师原本他是要去新店的一间教会讲道，但是那间教会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他们暂停聚会，暂停实体聚会，所以蔡牧师就没有去新店。那我今天看周报，他跑去哪里？跑去安平堂。所以本来我今天要来荣光堂之前，想说不晓得会不会来得成。然后上礼拜打电话来跟蔡牧师确认，就是确认什么？确认说我到底需不需要来？就蔡牧师跟我说：“徐牧师，你如果怕不敢来，就不要勉强。”但是我说我有什么好怕？我是自己开车来，又不是坐高铁哦，所以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来了。然后所以这个礼拜确定可以来了之后，我就在想说啊，以前12年在这边服侍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历历在目，然后以前过去的一些人事物都浮现在脑海当中，特别是离开前的那一段建堂搬家的过程。那当然很多同工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够有这一座礼拜堂在这边一起敬拜上帝。我就想说，当年这一座礼拜堂盖好之后，我有来参加新堂落成的感恩礼拜，那一次我有来参加。那一次新堂落成感恩礼拜之后，很多牧者来参加，很多弟兄姐妹来跟我们祝贺。结果隔天我就在好像是论坛报吧，马上就 po 了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就是荣光堂新堂落成之后，论坛报就有报道，这个新教堂盖好了。就你知道那一次论坛报下的标题是什么吗？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一则新闻了。我看的时候心里非常感触，就是我们新堂落成暨50周年庆感恩礼拜。结果呢，论坛报下的标题是说，高雄荣光堂走过土地维权风波，然后建造新堂。那标题是这样写的。你现在去网络上 Google 还找到这篇新闻，提到说，我们新的礼拜堂盖好了，一片新的气象。然后论坛报提醒我们过去走过了什么土地的风波，然后现在呢迎向迦南美地。所以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荣光堂来说，我们也曾经有经历过以便以谢的阶段，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好像被人家打压，好像被人家欺负，好像被人家赶走，但是那一段过程过去之后，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上帝仍然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有一个礼拜堂，能够在这边一起敬拜上帝。所以以便以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记忆，但是后来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那对我们荣光堂来说，过去55年来，我们也经历过一些风波，但是上帝都怎么样？都帮助我们直到如今。所以我昨天来这边的时候，我就开车下来，快到高雄的时候，想说啊，终于有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也有机会来这边讲道。我要讲什么？我在想说，当初建堂的时候怎么过来的？然后过来的当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唯一比较感触的就是，当初在购地建堂的过程很多同工的协助，其中有2位同工在盖好之后就安息了。一个是苏清正苏医师，当初在建堂的时候，他帮我们争取了1亿5千万的预算，让我们有建堂经费。然后另外一位是陈之俊弟兄，
我们当初在购地的时候，最后会买到这块地，是在建堂小组他临门一脚的意见发言，最后就买这块地。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在这边，要感谢过去同工们的辛劳。所以我非常感触，就是说，这2位得力的同工都安息。那我相信在天上他们的奖赏是大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以便以谢是一个不好的记忆，因着撒母耳，因着上帝变成好的。那对荣光堂来说，我们也曾经走过一段不好的记忆，但是因为大家的努力，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有什么？有一个新的会所，一同来敬拜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继续紧紧的来跟随上帝。就算有一时的失败，就算有一时的打击，我们仍然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来跟随主。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以便以谢代表什么意思？以便以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过去已经从失败的阴影走向什么？走向一个新的得胜。那第二个，以便以谢还代表什么意思？还代表我们当初是一群悖逆上帝的子民，但是如今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上帝。所以刚才前面第4章我提到说，20年前的一场以便以谢战役，他们打输了，约柜被掳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悖逆上帝，所以上帝就不帮助他们，就让他们打败仗。可是如今这群以色列人愿意回转归向上帝，上帝当然就顾念他们。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一开头就提到这个背景，请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第1节。撒母耳记上第7章第1节，这里提到说，基列耶琳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了多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有没有看到这里？这里就提到说，奇怪，约柜怎么没有放在圣所里面？怎么会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为什么？就是因为20年前打败仗，被非利士人掳走之后，约柜就在外面漂流到现在已经20年了，才放在亚比拿达那里。然后这20年当中，以色列人也悔改了，归向上帝。所以第2节才会说，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然后第3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诸巴力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所以以便以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这一群百姓当初是远离上帝，但如今我们愿意归向上帝。所以呢，他们在这边撒母耳带他们献祭，然后除掉一切的偶像，归向真神。好，那这里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撒母耳带着以色列人跟上帝献祭敬拜的时候，除掉偶像的时候，偶像除掉，然后跟上帝献上敬拜之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就是发生第7节，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聚集在这里，所以马上派兵来攻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把偶像都除掉，然后归向耶和华来信耶稣，可是一信耶稣之后，马上我的死对头就来攻打我。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说，早知道我就继续拜偶像就好了，非利士人搞不好就不会来打我？是不是我今天一来信上帝，上帝就没有保守我，我一信上帝反而就遭遇到这么大的危险？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想要再把偶像拿回来好了？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信了上帝，所以才遇到非利士人的攻击？是不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回转归向上帝之后，非利士人马上就来攻打他们？为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碰过一种现象？特别是当传道人的常常看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要带一个人信耶稣，不是那么容易。那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带来教会慕道一段时间，准备要信主、要受洗了，突然他的家里发生意外，导致他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来教会，所以呢，神明处罚我，害我的家人发生意外？那去年我在天恩堂，我在台北永和的天恩堂，我们有推幸福小组。然后去年我们的幸福小组有带一个新朋友参加幸福小组完，他也认识了福音，他拿到受洗报名表，打算要报名受洗的时候，
她突然听到她的先生在大陆工作，突然意外猝死，才40几岁就意外猝死。然后原本她要受洗的，可是突然发现，我的先生突然意外过世，就让她产生怀疑，是不是我来教会，所以呢被神明处罚，所以她受洗的事情就暂缓。那我们教会持续的关心这位新朋友，然后他最近又开始回来到教会聚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好不容易带一个人快要受洗了，他信了耶稣，为什么家里会发生意外？那就像这一群以色列人一样，好不容易回转归向上帝了，除掉偶像敬拜真神的时候，非利士人的威胁马上就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当我们在这边敬拜上帝，当上帝的功很兴旺，上帝的道很复兴的时候，请问谁会不开心？会一直想要找机会来破坏上帝的工作？谁？撒旦。也就是说，撒旦魔鬼会找机会来攻击你、破坏你。你越来越兴旺、越来越爱主的时候，撒旦就会找机会来破坏，让你远离上帝。所以，当这群以色列人归向上帝的时候，非利士人的攻击就来了。那些信心不够强的以色列人，也许就会一时软弱。所以，当我们尽心的来服侍主的时候，撒旦不会这样子善罢甘休。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在荣光堂很多年前跟大家讲过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那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基督徒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天使带他魂游向外，到处去玩，然后到处去看。然后走着走着，这位基督徒看到，前面有一间教会，然后那一间教会的屋顶上有什么？有一只小魔鬼躺在教会的那个梁上面，在睡觉，在打瞌睡。然后这个基督徒看了就很好奇，怎么教堂的屋顶上有个小鬼在那边睡觉？可是他又不敢问。然后后来走着走着，就到其他地方逛逛的时候，又看到另外有一间教会，上面的魔鬼好多只，而且上面的魔鬼都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忙进忙出的。然后这基督徒看了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他就忍不住就问了一下旁边的天使，为什么前面看到那间教会上面只有一个魔鬼，而且在打瞌睡？那为什么第二间教会上面有这么多只魔鬼，而且忙进忙出跑来跑去？到底是为什么？那天使就告诉这个基督徒说：“你有所不知，前面你看的第一间教会啊，里面的信徒都不冷不热，也不爱祷告，对撒旦来讲一点威胁都没有。所以撒旦就派一只小鬼在那边顾着就好，什么事都不用做。然后第二间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很热心的在祷告，而且很热心的在传福音，很热心的在服侍上帝。所以撒旦魔鬼就紧张了，就派很多只魔鬼忙进忙出，找机会来破坏他们的工作。然后这个基督徒一听啊，原来如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撒旦来破坏、来攻击，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如果今天撒旦来攻击我们，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要复兴了。或者如果今天撒旦找机会来破坏我们，代表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带来大大的果效，所以撒旦才会找机会来攻击、来破坏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归向上帝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打他们，代表什么？代表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但是当他们全心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帮助他们得胜。所以撒母耳立了一个牌，以便以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归向上帝，上帝就会帮助我们，而且这个帮助是怎么样？会从过去直到如今都帮助着我们。所以以便以谢对以色列人来说，代表我们过去从一群悖逆的人，如今变成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代表上帝的帮助，只要我们紧紧跟随主，神的帮助是从过去直到如今都会帮助着我们，都会帮助着我们。所以我今天来荣光堂看我们的周报，才知道我们下个月要干嘛。下个月6月，荣光堂要干嘛？母亲节过了哈，下个月要庆祝建堂55周年。我们是1965年6月，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月25号吧，设立的。然后到今年刚好是55年，所以有没有人在荣光堂已经待50年以上的？有没有？没有，我只知道有人刚好跟荣光堂一样55岁这样的。过去50几年的岁月哈，请问荣光堂是不是一帆风顺？是不是？还是过去50几年的岁月，荣光堂走得很坎坷？是哪一种？坦白讲，你如果知道我们过去的历史，有一段时间我们差点要关门。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被设立，
然后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牧者和弟兄姐妹很热心的传福音。然后在撒旦魔鬼的攻击当中，这间教会亚马基用蕊洗，有一段时间真的差点关门。可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从过去直到如今，一直帮助着我们，一直帮助着我们。那下个月我看那个荣光堂的55周年庆，我们邀请庞慧都来主持。那提到庞慧都，我就想到在前一阵子我去总会开会，庞君华会都在开会的时候就跟我们闲聊，他就跟我们讲的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他说，当他还是神学生的时候，庞慧都是在香港念神学院的，他不是在台湾念神学院。当他在香港念神学院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大陆刚好开始改革开放，所以他们香港有机会可以进到大陆里面去那边做探经或者去那边做拜访。因为自从大陆沦陷之后，很多传教士被赶出来，然后在中国大陆的教会跟牧者，那跟香港这边就切断了联系，就不晓得文革这段时间，还有几十年来你们过得怎么样，也不晓得过去宣教士努力建立起来的教会，今天还存不存在。所以当大陆后来改革开放之后，那他们香港就有很多牧者就利用这些机会，赶快再进去大陆看一下以前的这些教会跟同工现在变得怎么样。然后庞慧都那时候还是神学生嘛，他就跟着香港的牧者有一次到了广州，去那边拜访当地的教会。然后当然到了那边当然是人事已非嘛。那他们到了广州之后，有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牧师。这位老牧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牧养的教会被共产党给征收，拿去当仓库，然后教会也被关门不能聚会，信徒也都四散，然后这个老牧师也被抓去劳改10年多之后才被放出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个老牧师要被放出来的时候，红卫兵跟他们说：“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礼拜堂也还给你了。”然后这个老牧师离开劳改营，然后回到他原来的教会，才发现礼拜堂还在，但是里面都空空的。然后就有人问他说：“老牧师，你现在好不容易重获自由，你想干什么？”这个老牧师说，他重获自由之后，他想要继续在教会服侍上帝。但是你的礼拜堂只有4面墙壁跟屋顶，什么都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什么器材都没有，圣经也没有，你要怎么敬拜上帝？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传道人，我被放出来，我就要继续在教会服侍上帝。”所以第一个礼拜第一周，这个牧师回到自己的教会，准备要让教会重新开门，恢复敬拜上帝的事工的时候，这个消息马上就传遍当地，然后第2个礼拜，当他们开始正式恢复崇拜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当正式崇拜要开始的时候，以前礼拜堂的椅子、讲台全部都怎么样？全部都搬回来归位，一张椅子都没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老牧师说，原来当时劳改的时候，教会被迫害，然后弟兄姐妹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大家就轮流，每一家拿1张长条椅子回去保管，你们家拿这一张，我再拿这一张，然后讲台大家也是弟兄姐妹分着把这些器材拿回家里保管，免得被破坏。然后椅子就摆在家里摆了好几年，也没有人注意到这是你们家的，这是礼拜堂，也没有人注意到。然后当教会又恢复的时候，弟兄姐妹又主动的把这些椅子一条一条又扛回来。结果第2个礼拜开始崇拜的时候，礼拜堂的设备器材都回来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正式的恢复崇拜敬拜上帝。所以对这个教会，对这个老牧师来说，什么叫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过去虽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是上帝仍然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仍然持守信仰。然后当礼拜堂又开放的时候，他们又都回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以便以谢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从过去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这时我要带大家来唱一首歌哈。那个有一位知名的艺人叫做黄国伦，他在20年前灵修的时候读经读到这段经文，他就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做《以便以谢》。好，那歌词大家看得到吗？看不到，对不对？好，我念给大家听哈。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好，会唱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很短。
啊，这个黄国伦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个黄国伦，啊，那个就寇乃馨的老公黄国伦，啊，他先生啊，他写的歌啊，好，我们一起来唱唱看，预备，来。一变一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变一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我们再唱一次，来。一变一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变一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好，唱这首歌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什么？以变以谢是什么意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相信荣光堂的弟兄姐妹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的神是以变以谢的神。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神会继续眷顾我们。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来跟随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在神的殿中做神的百姓，也继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分享神的爱，让更多人在神的面前得着救恩，得着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以变以谢的神，从过去直到如今，相信在未来，主你也必眷顾你的儿女，必看顾你的教会。求主继续保守每一间主所爱的教会，让我们在当中不论经过什么样的试炼，让我们都能够紧紧的跟随主。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务要传扬主的福音，务要热心的侍奉主，让主的名在各地被高举、被传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金句背诵，今天金句背诵在诗篇64篇第1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再一次，神是我们的神是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篇第1节。回应奉献，今天的回应诗歌在心灵粮食选第224首，充满我。Oh
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如今都帮助着我们，也希望你未来继续帮助着我们。我们所拥有的成就都是由你而来。现在我们现在献上一点金钱，做主的事工使用，叫更多人能够领受你的爱、你的救恩，来归向你。奉主耶稣的名求。如果是第一次来的朋友，或不了解奉献袋意义的，请安静的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身边。请起立。有没有新朋友？我们就欢迎徐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的一个辛劳的交通往返。谢谢徐牧师。顺便另外介绍4位新朋友，就是方知师母还有她的3个小朋友坐在最后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唱过一遍之后，我们家再拱手问安哦。好，大家请坐。报告哦，这边可以大家参考周报第3页。今天为复活期第7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你。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主日爱宴暂停，之后看情况再恢复。今日卫斯理主日交换讲台，感谢徐志强牧师在国台语2堂正道，蔡牧师前往安平卫理堂讲道，请为牧者往返平安关心祷告。5月10号起，教会开始恢复实体聚会，照原时段举行崇拜。台语堂8点半到9点半，华语堂10点到11点20。无法参加聚会的兄姐，仍可在家观看线上直播，一同齐心敬拜赞美主。第4点，每周4晚上7点半有查经祷告会，查经内容为希伯来书11章1至16节，欢迎参加实体祷告会。教会将于6月第1周开始恢复成人主日学时间，邀请弟兄姐妹于主日后11点20分至12点10分参加。6月21号为教会55周年堂庆祷告，本堂因疫情影响，今年将缩小庆祝范围。台语堂将邀请高真营传道正道，国语堂将由庞君华会督正道，并邀请凤山卫理堂会友回娘家参与堂庆。请支持教会网络直播事工以及改变新的牧养方式祷告，为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祷告。本堂吴婉莹姐妹曾担任专业声乐老师、合唱团指挥，愿意帮助教会训练爱乐者的发声练习，名额对象不限，费用自由奉献。开课时间在6月13日起。每周6下午的2点半至4点，译者请洽办公室淑清干事。还有一些肢体消息，为李孝义、李胜惠的儿子6月份警察考试代祷。身体不适的有赖瑞美母亲左脸蜂窝组织炎的复原，黄清良父亲黄清良身体黄生峰的父亲，李百芳右手脱臼的恢复，张桂满喉咙声音的复原。黄金土身体黄秀梅的父亲，涂红淑妃摔伤骨折的恢复，杨之华脊椎手术，苏品纯牙齿矫正，李木恩血小板指数稳定，孙妈妈身体孙淑华师母的母亲，周雄老师身体的复原代祷，也为今年升学的学青祷告，肖鹏、周兆宇、张嘉恩、倪玉慈、李安婷、汪月兴。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那会众请起立，3-1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会众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牧师可以为你们祷告。